政府推出自願醫保諮詢文件，標準保單嘅保費較市場貴大約1成，但政府會推出扣稅優惠，希望吸引市民購買。譚卓希報導。政府推出自願醫保最後一份諮詢文件，文件定出醫保嘅標準計劃，提出12項最低要求，包括保證可以續保，同埋列明部分必須保障嘅醫療行為，提升收費透明度。另外，政府亦都會以立法形式設立高風險池，承保高風險病人。假設喺實施嘅第2年開始，淨係接受40歲以下人士投保，政府喺25年內需要承擔43億，估計自願醫保嘅保費貴過而家市場醫保9%。以2012年數據做基準，平均每年嘅保費就要3600蚊。政府又建議為買咗自願醫保嘅市民提供扣稅優惠，納稅人可以為自己或者受養人嘅保單申請扣稅。政府係希望透過自願醫保計劃可以有助減輕公營醫療嘅負擔，但係有學者係擔心投保人可能會濫用醫療資源。就算你有咗醫療保險計劃都好啦，通常有另一個問題就我哋所謂嘅道德危機，包括咗就係啲保險公司，你越有病我就越唔想受你玩，呢個第一個問題。對於病人嚟講，我交咗保費，咁我唔用個服務就笨啦咁樣，咁啊變咗咧，亦都可能出現可能性就濫用嗰個過度耗用一啲醫療程序，咁好多時喺保險機制裏邊咧，要加入一啲其他嘅條款，包括咗有個審查嘅過程啦，包括咗可能要有啲墊底嘅安排啦，令到你用嗰時你另外要揞啲錢出嚟去再墊底啦咁樣。咁呢啲咧就反過嚟講，又會令到個醫療保險制度係個吸引力係下降嘅，特別喺香港。佢又話：若果能夠透過自願醫保引導多啲私人資源嘅投入，對整體醫療系統有一定好處。說在線記者譚卓希報導。政府推出嘅自願醫保計劃諮詢當中設立高風險池，承保高風險嘅病人。有癌症病人話一直揾唔到保險公司承保，自願醫保可以為佢生活帶嚟保障，但都有病人話醫保保障範圍唔夠。黃軒玲報導。患上喉癌嘅黃先生10年前知道自己患病之後想買醫療保險，但因為保險公司唔受保，一直買唔到醫療保險。有咗呢個病，就係因為呢個病好多隻保險公司都唔會受你保咯。最多嗌你買翻啲唔關醫療嘅事咯，即係咩即係擺嚿錢落去個唔知幾多年攞翻出嚟嗰啲咯。政府推行自願醫保計劃，對於無業嘅佢可以話係雪中送炭。佢話自己冇收入，一旦病發要再入院，可以減輕醫療負擔，保障自己嘅生活。冇做嘢啦，即係試過出去揾工，僱主都唔會請你，可能話你講嘢唔方便喎，即係可能冇咗，即係唔會揾嘢冇咗筆錢，即係會為自己出加稅。就話遲啲可能有醫療保就會可能保障咗你，即係第時有咩教下公家舅父啦，就會有嚿錢會好啲咯。而本身自己又買開醫療保險，患有食道癌需要用電子咪協助講嘢嘅鄧先生就話：政府自願醫保嘅保障仍然不足。唔夠嘅，咁你話我得500蚊，我做個手術。或者第二個病用5000蚊，你俾咗1000蚊，我都係唔夠嘅。有啲醫生我想去上好啲嘅醫生，或者我有人介紹嘅，咁我都冇得揀啦。因為而家好多時醫療費用係好貴嘅。佢又話：政府喺實施醫保計劃之後，應該加強管理醫療機構同埋保險公司。你個政府人揸走落，你搞得唔好咧，就係等於俾啲醫生去搶錢，更攞到盡嘅，你未必得到最好嘅服務，但係你嗰份保險咧，實攞到你盡晒，咁咪所以咧，即係你個政府係一定要有責任去處理好呢個即係道德上嘅問題啦，或者個價值嘅問題啦。鄧先生又話：希望自願醫保計劃可以涵蓋低收入人士，減輕佢哋嘅醫療負擔。說在線記者黃軒玲報導。